喂，唔好行出宿舍啊，好多鬼㗎。你好，我係金魚，歡迎嚟到我嘅超自然現象同埋神秘學節目。如果你鍾意聽我講故事，記得撳個 like、留言、分享、訂閱、開埋通知，亦都歡迎你留個 super thanks 同埋加入會員嘅。咁我而家開始講，就請你留低陪我聽到尾啦。今集又嚟講下泰國嘅大學宿舍靈異故事。亦都係會又再同你一齊發掘下泰國著名學府清邁大學宿舍嘅靈異故事。據講喺清邁大學嘅7號女生宿舍曾經發生過一件咁樣嘅事嘅。有一年正值考試期間，大部分嘅同學都好努力咁溫書，日頭就匿埋喺圖書館，夜晚就匿埋喺自己間房。勤力嘅阿芝亦都唔例外。不過佢同其他人唔同嘅係，佢就十分之唔好彩，喺呢一個重要嘅考試關頭病咗，仲要發埋燒添。連佢嘅室友安林喺傍晚時分想約佢出去食飯，佢都話去唔到啊。安林見到阿芝咁慘，就主動提出佢食完飯之後幫阿芝買個外賣返嚟，仲問阿芝想食啲乜。自己病到死下死下咁，就梗係想有人關心下噶啦嘛，難得個室友肯照顧佢，就梗係心存感激之餘，亦都唔好客氣啦。阿芝就叫安林去幫佢買個泰式濕炒河粉返嚟，咁佢就唔使咁辛苦騰出騰入，又可以繼續溫書啦。安林出咗去之後，阿詩就繼續溫習，但係其實佢都病到個人暈暈沌沌咁。望住啲文字都唔係幾入腦噶啦，但係由於考試逼近，所以佢都係唯有喺呢個咁反覆嘅狀態之下，繼續努力作戰。不過始終都係太辛苦，所以冇幾耐，阿芝又爬返上張床度瞌一瞌，諗住都係唞多陣，等安林買完個外賣返嚟，食飽咗先至再算啦。不過阿芝佢等咗好耐，都仲係唔見到安林返嚟喎。正當佢都開始等到懵嘅時候，佢聽到房間外邊有啲聲，聽落去似乎係喺樓梯嗰度傳過嚟嘅喎。由於阿芝佢住喺7號宿舍嘅3樓，而且佢間房好近樓梯，所以就聽得好清楚。嗰啲聲似乎係下層嗰度傳過嚟，係好有節奏嘅，啪啪石，跟住就靜咗一陣，又再次啪啪石，不斷咁樣重複，而且啲聲係越嚟越近，聽起上嚟就好似喺2樓嗰度搬緊一啲重嘢上3樓咁，又或者應該講，感覺上就似係半拉半拖，將一啲台凳凳之類嘅家私搬緊上嚟。突然之間，呢啲聲就停咗，而冇幾耐，嗰啲聲就轉變成石石聲，就好似有人拖住啲嘢喺地板嗰度行咁。而呢啲石石聲就越嚟越近阿芝間房，咁似乎係有人搬緊一啲家私返嚟3樓喎，只不過就好似係唔多夠力，所以就將嗰件家私放喺地下嗰度，一路拖返去嗰個人間房。不過當阿芝咁樣去推測嘅時候，嗰啲石石聲去到阿芝間房門外邊就停咗。阿芝覺得好奇怪，唔通安林出去食飯嘅時候仲順手買咗件家私返嚟？應該唔會啦，間房啲嘢咁多，都堆到冇位擺嘢啦，仲買嘢返嚟？不過安林就冇自己開門，亦都冇叫阿芝幫手開門喎。靜咗幾十秒之後，突然間就聽到咯咯咯3下敲門聲，然後就乜聲都冇啦。阿芝覺得好不安啊！如果係安林嘅話，佢會自己開門入嚟噶啦。就算佢真係冇手開門，都應該會大叫阿芝個名，等阿芝出嚟幫手噶。咁唔通出面嗰個唔係安林？會唔會係有個變態殺人犯？
等阿芝一開門之後，就一把刀插埋嚟噶。唔諗啊，由自可，越諗就越覺得似足嗰啲美國低成本恐怖片嘅情節啊。由於出邊真係靜咗好耐，阿芝亦都好好奇，所以就算真係有啲驚都好，佢都係小心翼翼咁慢慢打開咗道門。一開門之後，佢發現門外邊一個人都冇，淨係見到門把掛住一袋外賣，而嗰袋外賣就正正係佢叫安林幫佢手買嘅泰式濕炒河粉。喺呢個情況之下嘅阿芝就真係拗晒頭啦。安林去咗邊呢？既然都返咗嚟，直接拎袋外賣入去畀阿芝咪得咯，使乜咁怕醜啫？阿芝行出間房，望下走廊兩邊都唔見到有任何人，然後佢仲特登裝下條樓梯，發覺都係冇任何人喎。不過佢就見到一條又濕又長嘅痕跡，由2樓沿住條樓梯一路延伸去到3樓自己間房外邊。阿芝就諗，呢條痕跡究竟係邊個留低嘅呢？會唔會係同出邊落緊雨有關呢？雖然成件事係神神秘秘、古古怪怪咁，但係由於阿芝真係好唔舒服，所以佢就將嗰袋外賣拎咗返房，食完之後就嗱嗱臨瞓覺，冇再理會任何嘢啦。嗰一晚都冇乜特別事發生。不過安林似乎就冇返嚟瞓覺，喺床上邊半夢半醒嘅阿芝就諗，會唔會係安林都唔想畀阿芝傳染，但係又應承咗阿芝買外賣畀佢喎，所以買完個外賣就掛喺個門把嗰度，然後自己就走咗去其他同學嗰間房度瞓呢？就喺阿芝咁樣諗嘅時候，唔經唔覺已經去到朝頭早啦。一陣急促嘅敲門聲，令到阿芝冇得再賴床，快手快腳咁樣走落床應門。一開門就係有寫字樓嘅職員通知佢，原來佢嘅室友安林喺尋晚就已經死咗。聽到呢個消息嘅阿芝，當然就又震驚又傷心啦。但係佢一時之間亦都唔識得畀啲咩反應。當阿芝靜心落嚟之後，佢就好想知道安林究竟發生咗啲咩事，於是佢就嘗試四圍問人，希望有人可以解答到佢。但係嗰陣時已經係處於一個謠言滿天飛嘅狀態，唔理係問寫字樓職員定係問同學都好，個個版本都唔同。有啲人話佢係畀人侵犯，侵犯完之後仲要殺死佢。最慘嘅就係喺侵犯嘅過程當中，安林嘅雙手同埋雙腳係畀人打到骨折，估計就係個兇手唔想畀安林走得甩，所以就索性打斷晒佢嘅手腳，侵犯完之後再殺死佢。但係亦都有啲傳聞就話佢冇畀人侵犯到，只係食完飯之後行返宿舍嘅時候畀車撞死咗，仲撞到好嚴重，係差唔多全身骨頭斷晒咁滯。不過無論係邊個版本都好，總之安林最後就係伏屍喺距離宿舍好近嘅地方。綜合咗咁多嘅傳聞同埋傳言，可以肯定嘅就只係安林已經過咗身，同埋佢死前係受到極大嘅傷害，至少都係去到四肢傷殘咁樣嘅狀態。而無論喺邊一個版本都好，對於任何人嚟講都係一個好難受嘅事實。而喺阿芝嘅角度嚟講，仲有另一個事實，就係佢確確實實收到掛喺門把上面嘅泰式濕炒河粉，而且阿芝亦都自行想象喺腦入邊補完成件事。佢就認為安林遭遇不幸之後，搞到手斷腳斷，冇辦法正常行走，佢就用個口咬住嗰袋外賣，用下巴支撐住個身體爬上樓梯，所以阿芝先至會聽到喺樓梯嗰邊傳嚟一啲啪啪石咁樣嘅怪聲。然後安林去到3樓之後，嗰啲石石聲亦都係因為安林用爬行嘅方式前進而發出嘅拖動聲響，而亦都係因為出邊落大雨，令到安林全身都濕晒，
所以先會喺走廊上邊留低嗰條又濕又長嘅痕跡。總之就係安林唔理點辛苦都好，為咗兌現佢對阿芝嘅承諾，就算係遭遇不測，都要將個外賣送到去俾阿芝。阿芝當然就將呢個推測同其他人講咗啦，而好正常咁，大部分人第一個反應都係唔係好信阿芝講嘅嘢，因為如果安林送外賣俾佢嘅時候仲未死嘅話，根本就冇可能喺嗰個狀態之下忍受劇痛，再將嗰袋外賣送到去門口。如果話當時安林已經死咗，咁就更加無稽。一個死人點樣可以送到外賣呢？係佢死咗之後嗰條屍體送外賣，定係佢嘅鬼魂送外賣啊？但係除咗呢啲情節係阿芝嘅臆測之外，仲有一啲客觀嘅事實，就係當日安林係自己一個人去食晚飯嘅，而阿芝淨係同安林一個講過佢想食泰式濕炒河粉，所以話如果有人係代安林買呢袋外賣俾阿芝，似乎就有啲講唔通啦。冇人會知道嗰個事實係咪同阿芝所諗嘅一模一樣，但係仲有一樣嘢可以算作係佐證嘅，就係同層有幾個女仔喺安林出事嗰一晚都同阿芝一樣聽到嗰啲啪啪石嘅聲音喺樓梯嗰邊傳過嚟。查實清邁大學又點解會有咁多靈異嘅傳聞嘅呢？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喺呢一片屬於大學嘅土地前身就係蘭納地區，而蘭納人喺歷史上邊曾經遭受多次嘅戰亂同埋屠殺，例如喺緬甸嘅東于王朝，又或者叫東固王朝嘅時期，曾經攻陷清邁，嗰陣時大概1558年。咁而呢個侵略嘅過程當中，緬甸軍對於反抗嘅蘭納城鎮進行咗大規模嘅屠殺，而喺之後嘅時間，蘭納人亦都曾經多次反抗緬甸嘅統治，只不過每一次反抗失敗之後，緬甸軍都會進行報復性嘅屠殺，摧毀村莊同埋殺害大量嘅平民。亦都因為曾經有呢啲咁殘酷嘅歷史出現過，咁一個死人無數嘅地方，自然就有好多古怪嘅傳聞出現啦。其實靈異事件唔單止係發生喺宿舍入邊咁簡單嘅，喺宿舍附近都大把噶。舉個例啊，有個學生喺夜晚嘅時候曾經經過植物種植區，即係嗰啲有樹有草，但係又未算公園嗰一隻。當時係一滴風都冇嘅，但係佢竟然見到啲樹同埋草劇烈咁樣搖晃，就好似俾啲猛烈嘅強風吹喐咁。佢仲隱隱約約見到一個長頭髮長到冚住晒塊面嘅鬼魂。咁當然類似嘅事件喺其他地方恐怖傳說都有發生過，所以呢一類咁樣嘅事件都未算得係好稀奇古怪，亦都唔叫做有代表性。咁有冇啲比較出名又特別啲嘅傳說呢？梗係有啦。如果由大學嘅後門揸車入去嘅話，你會發現喺5條分岔路嘅中間有一個迴旋處，迴旋處嘅東南方同埋西南方嘅位置分別就係工程學院同埋教育學院，而西北方呢就係男生宿舍4號樓，東北就係6號女生宿舍。喺呢一個迴旋處中間就有一個相等於幾層樓高嘅鐘樓。傳說呢個位置前身就係墓地同埋行刑場，所以係好猛鬼嘅。傳聞喺呢個鐘樓上邊有隻鬼住咗喺度。當然，關於呢個鐘樓嘅傳說就唔止係咁簡單啦。喺年輕人個腦入邊就充滿住一啲稀奇古怪嘅想法，而且或多或少令到喺呢個鐘樓嘅鬼魂傳說入邊再衍生咗一啲古怪嘅傳聞。唔知由幾時開始啦，喺清邁大學嘅學生之間流傳住一個試膽挑戰，就係喺午夜時分喺迴旋處嗰度圍繞住個鐘樓逆時針揸車行3個圈。聽落去就好似好簡單，但係呢個挑戰就從來都未有人成功過嘅。
咁究竟點解會咁困難嘅呢？其中一個挑戰過嘅學生就話，當時佢揸住架車逆時針行嘅時候，啱啱開始揸第一個圈嗰陣，就感覺到有好凍嘅風吹住佢。去到第二個圈嗰陣就冇乜特別事發生嘅，但係去到完成第二個圈，準備第三個圈嗰陣，嗰條馬路中間會突然間多咗兩條柱。咁正常嚟講，係人見到呢個情況都會扭軚轉彎避過呢兩條柱噶啦。如果唔係就實會炒車噶啦嘛。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架車就會偏離咗條線，完成唔到第三個圈啦。咁點解呢一個挑戰話係鐘樓鬼魂傳說嘅衍生同呢個鐘樓有關嘅呢？就係因為當第三個圈失敗，偏離咗原本路線嘅時候，就會見到嗰隻附咗喺鐘樓嘅鬼魂喺馬路中心出現。亦都有人講過，喺呢個時候，如果你見唔到嗰隻鬼喺馬路中心，你只要抬頭望一望，就會見到嗰隻鬼坐咗喺鐘樓嘅樓頂，對腳揈下揈下，微笑住咁望住你，感覺上就好似同你打招呼，多謝挑戰者特登過嚟見佢咁。而圍繞住呢個鐘樓，亦都有個好出名嘅奇怪現象，係經常都會發生嘅，就係我頭先提到嘅4號同埋6號宿舍。住喺嗰度嘅學生成日都會聽到一啲由鐘樓嗰邊傳過嚟嘅怪聲，而聽過嗰啲怪聲嘅人就會形容嗰啲怪聲多數係一啲尖銳嘅聲，咁我就估可能係一啲高頻嘅聲啦。但係當呢啲怪聲出現嘅時候，喺嗰個範圍就根本冇舉辦緊任何活動，亦都冇做緊工程。初時我都諗，會唔會係好遠嘅地方有啲機械，又或者係不知名嘅嘢發出聲音，然之後又透過個鐘樓反射去到宿舍嗰度呢？不過再聽翻嗰啲住喺宿舍嘅學生描述，就算你係住喺同一棟宿舍，同一樣嘅座向，有啲單位就會聽到嗰啲怪聲，而有啲單位就聽唔到。即使係樓上樓下嘅單位，亦即係相隔唔夠幾尺嘅距離，都會一個單位聽到，另一個單位聽唔到。你話呢件事係幾咁古怪呢？其實間間宿舍都有啲唔同嘅規矩同埋禁忌嘅，而清邁大學嘅宿舍就有一個通用嘅禁忌，係佢哋每一棟宿舍都適用嘅。而呢一個禁忌亦都係最出名，又同蘭納歷史傳說好有直接關係。呢一個就係大齋期宵禁夜啦。其實泰國嘅大齋期係乜嘢嚟嘅呢？呢一個節日就係啲僧侶會喺雨季期間揀一個地方暫時停留3個月，咁佢哋多數都會喺一啲寺廟或者寺院席地而坐，實踐佛法同埋冥想。而一般嘅佛教徒通常喺呢段時間就會係戒肉、戒酒同埋唔食煙。而呢一段時間多數係由7月到10月左右舉行。咁據講喺大齋期，大學亦都會放假。咁而喺宿舍住緊嘅學生呢，都會趁呢一段長假期返屋企探屋企人。咁既然都冇學生咯，大學嘅辦公室同埋其他冇必要嘅公共設施，亦都會關閉上鎖。不過就因為有少部分嘅學生未考晒試，又或者未完成自己嗰份功課，所以呢啲學生都會喺假期嘅時候留喺宿舍溫書做嘢嘅。但係因為大部分嘅學生都唔會留喺校園，為咗節省能源環保啲，宿舍嘅走廊同埋廁所都唔會開燈，所以一到咗夜晚，宿舍嘅氣氛就顯得更加詭異恐怖㗎喇。而喺呢個大齋節嘅期間入邊，其中有一晚會定為宿舍嘅禁忌之夜。禁忌之夜就係一項不明文嘅規定，喺嗰一晚任何人都唔可以離開宿舍。當然你可以喺宿舍入邊自由走動啦，但係就唔可以離開宿舍嘅大門。校規同埋宿舍嘅規則就梗係冇寫到明啦。不過呢一樣嘢係所有學生都知㗎喇，基本上就係冇人唔遵守嘅。不過又咁講，咁大個人有手有腳，如果有啲學生係要唔遵守，
喺嗰一晚出宿舍四圍逛，亦都鎖佢唔住。如果萬一真係有啲學生咁曳唔遵守呢項規則，佢將會面對嘅就係鬼魂狂歡之夜。因為喺校園嘅呢一晚，好多唔同嘅鬼魂都會喺學校嗰度遊蕩。到咗特定嘅時間之後，就會開始列隊遊行。佢哋最初就會喺大學嘅中央起步，一路行一路唱歌跳舞，跳一啲好優美嘅舞蹈。傳聞喺呢個鬼魂嘅隊伍入邊，亦都會有啲年輕嘅少女穿着住傳統嘅蘭納服飾，打扮到好靚。而遊行隊伍嘅終點就係喺學校入邊嘅八角樓。就咁聽落去，似乎係普通嘅遊行表演，就好似嘉年華咁。但係如果你一望就知道呢一班肯定唔會係人，唔會係普通嘅表演啦。因為佢哋個個都係冇頭嘅，而呢一班冇頭嘅少女鬼魂，傳說就係被斬首嘅蘭納貴族少女。而呢一晚鬼魂之夜會喺邊一日發生嘅呢？其實就年年都唔同嘅。大齋節係佛教節日，而泰國人除咗用新曆去計算日子之外，佢哋亦都會用佛曆。佛曆顧名思義就係同佛教有關噶啦。呢一個係採用咗佛滅幾年嘅古印度曆法，個情況就有啲似農曆，所以用佛曆嚟計算，再換轉翻新曆嘅話，咁每年呢啲鬼魂遊行嘅日子都係唔同嘅。不過聽講呢一晚多數就係大齋節前嘅一晚。又講一講鬼魂嘅遊行終點嗰個所謂嘅八角樓啊。其實成間學校入邊根本就冇一棟建築物叫做八角樓。喺呢一度講嘅八角樓，其實就係3號女生宿舍，只不過宿舍嘅外形好特別，同學校裏邊其他宿舍嘅設計好唔同。由頂頭望落去，佢嘅外形就係八角形。聽講咁樣設計嘅原因，就係因為呢一座樓本來就係為咗收容嗰啲女性戰俘同埋一啲罪犯妻妾嘅靈魂而建造嘅。亦都有人話咁樣嘅設計係根據八卦鏡而做，因為八卦鏡係可以反射走一啲唔好嘅嘢。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諗泰國喎，咁關八卦鏡咩事呢？成件事好似無啦啦又變咗中式咁嘅。喺呢度所講嘅八卦鏡就唔係傳統華人嗰隻天干地支太極生兩儀嗰隻八卦，而喺泰國嘅八卦鏡，佢嘅外形同華人嗰隻係幾似嘅。呢個八卦鏡入邊就寫咗一啲中文同埋泰文，中間嗰個位置就唔係圓形嘅銀色物質，而係一個外形好似迦樓羅咁樣嘅畫像。喺泰國嘅叫法就叫佢做神鷹八卦鏡。當然喺呢度我就唔差太遠，太過詳細去解釋呢一樣嘢啦。總之呢一樣嘢都算係泰國嘅傳統法器，係用嚟辟邪招福嘅。只不過講返呢棟大樓起成八角形嘅原因，係咪真係參照神鷹八卦鏡咁做，希望可以安撫靈魂之餘，又可以招來幸福，反射邪氣呢？咁就不得而知啦。但係就好肯定喺成個校園入邊，所有嘅宿舍係得佢一棟做成咁樣嘅八角形外觀嘅啫。再講返鬼魂之夜嘅遊行隊伍先，嗰啲載歌載舞嘅鬼魂由學校嘅中央起步行到去八角樓。咁點解鬼魂會設定八角樓做終點呢？嗱，傳聞呢一隊遊行隊伍就係被判死刑嘅蘭納貴族女性。而本身八角樓嘅原址就係執行死刑嘅刑場。鬼魂嘅隊伍去到八角樓之後，佢哋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噶啦。咁究竟呢一班嘅鬼魂咁樣做係有咩原因呢？係唔甘心當年成為咗死刑犯，落魄咁樣離開人世，所以會唔會係死咗之後都要着得風風光光、大鑼大鼓咁樣為自己貴族血統而平反呢？定還是就係當日佢哋去刑場嘅時候，就係呢一種載歌載舞嘅狀態，就算俾緬甸人壓迫，直到處死，都要以貴族嘅身份，以華麗嘅狀態去迎接死亡。而呢個鬼魂之夜，會唔會就只係重複佢哋死之前所做嘅事呢？
可能你會認為鬼魂狂歡載歌載舞咁嘅遊行好誇張喎，但係聽講偶然都會有一啲唔聽話嘅學生為咗睇呢一場鬼魂嘅遊行，係會預先匿埋喺草叢嗰度偷睇嘅。而頭先講嗰啲畫面就係佢哋嘅親身經歷啦。不過畀着我，就算有機會睇啊，我都唔會想睇啦。一來就費事騷擾啲鬼魂嘅雅興，二來要我匿埋喺草叢嗰度成晚啊，唔好啦啩，我嘅體質好惹蚊噶。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多謝你嘅收聽。如果你有嘢想分享，就請你聯絡我。有咩想聽就講我知，我哋下次再見啦。